好一個木偶學人去踏步，着人義務做最好，一生會追逐路而成樹木，或一線路自我復修，幾關格式都有路線圖，會做到周身都相信後會照做，有做就是正常，跟治療書力量就是幻想，但是保養運動加速轉向，自從過濾花式越誇張，定量變重量，定位當漂亮，特異的音量要鏗鏘卻放空槍。魅力目光刺住群絲中似亂挑事，有病向前中醫，想無法救治，失笑中30秒時，鏡中一個失數而沒意義，自然真出是萬人世一子，目露空窩有時懷疑原來故事，故路盡是，受盡多聲道亂直入缺詞。